好像只有我还在等你。小公狗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原来爱一个人是很孤独的，但是我依然会傻傻的呼唤你，等待你回复我的那一天。魏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可能在柜子里会有女人的裙子呢？我居然会舍不得？难道我真的有那方面的问题？不是，我明明很 man，怎么可能是变态或者是异装癖呢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好了，大哥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再想你皮肤又开始老化了。给我！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说。我的这些癖好，是不是跟我的病有关系？难道我真的是？你脸红了，你有反应？难道我真的是变性人？小朋友，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你们是在拍戏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剧组呀。拍戏？乞丐吧？乞丐？乞丐能穿成这样？我看街头卖艺还差不多。街头卖艺。站着一身至尊黄袍，如今到了这现代，就说街头卖艺的啦。挺有意思。看什么看？大胆刁民，还不下跪！此乃95之尊，还不下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嘲弄皇上呢？岂容你们这些刁民嘲弄！喂，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嘿嘿，所谓入乡随俗，我们要变身，变身。